遐种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19页，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1节。正文第19页对头算倒来第11节，就是解说甲真心妙用，名为功德。这就是说明功德这两字啊。慧能大师就安尼讲啦，讲见性就是讲平等就是德，心会当好念念拢无阻碍，常常见到本性，会当好发出了真实的妙用，这呢就名叫做功德。念念不离，常见本性，真是妙用。若是当好到达这个境界呢，就变成讲非常的自然。所以叫做讲做非常自然，就是讲在行住坐卧中呢，拢就是实相不济妙用，一点仔囝呢都无跨界。要行就行，要坐就坐，不思议的心力啊，有迄个不可说的妙用。这呢，甲咱众生处处障碍啊，就完全不同。下面讲内心欠下是讲外形依赖是德，这是咱即马要来说的解说。在前面因为有讲做见性是讲平等是德，啊，这个平等是要安怎样表现在咱的外表呢？就是讲，你这个内心的平等，在行为要怎样表现出来啊？那就是内心欠下外形依赖，这就是真实的作用。内心欠下，就是讲在内心呢，真谦虚。这个下意思呢，就是自己将自己呢当作讲真假，安尼叫做谦下。也就是处处尊重人，真正谦虚，尊重别人的人格，尊重别人的地位，这呢就叫做谦下。外形依赖，就是讲外面呢，就来行这个礼数，有这个礼貌。那内心谦下，这就是讲啦；外形依赖呢，这就是德。是安怎会当好内心欠下外形依赖呢？那就是因为啊，有迄个平等的观念。这摕《法华经》内底上不轻菩萨品的上不轻菩萨行，安尼来解说啦，咱应该是最容易了解。上不轻菩萨，这是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迄当时阵的事迹，过去有一位上不轻菩萨，为什么名叫做讲上不轻菩萨呢？因为伊若看到人拢共顶礼，就安尼讲，我毋敢轻慢你啊，因为你以后大家拢会成佛。这呢就是啊，将一切众生呢，该看过拢都是佛。拢就是未来佛，所以呢，拢毋敢轻慢人，也就是呢，对一切众生呢，拢是平等的看待。咱现在是就毋是，咱现在是以凡夫的眼光，以咱凡夫的分别心，对每一个人所看呢，拢是差别。这个人靠学问，这个人靠知识。或者是讲，这个人靠地位，这个人呢靠势力，这个人都也无学问戆，咱看袂起。这个人呢根本呢都无地位，咱更加看袂起。或者是讲无钱无势，那这咱就该看作讲真无价值。安尼呢就变成讲有上下贵贱、贫富、地位这种种的差别。然后呢，咱内心呢就袂当好欠下，尤其是咱呢是讲本身有一寡学识，看来看去讲，这人拢嘛比较较含慢的，
安尼咱控告心自然就走起来。当然呢，对人啊就是控告，就是无礼貌。会当亲像上不轻菩萨人咧，看到人就讲顶礼，这就是内心欠下，外行以礼。会当好内心欠下，外行以礼，就是上不轻菩萨有体会到大乘平等之理。这个大乘平等之理，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道理。就是讲，咱众生心甲佛心就是一个心，一切众生拢有佛性，有佛性的众生个个拢会成佛。所以上不轻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都是平等啦，无贫富贵贱等等的差别。那这就是功德啦。所以这个功德表现在外面的啦，就是心的谦虚，就是对人有礼貌。这就是功德的真实的妙用。下面讲自性建立万法是讲，心体理念是德。讲这个自性来建立万法，这就是讲啦。心体理念呢，这就是德。为什么叫做自性建立万法呢？换一句话倒转来讲，就是讲万法拢就是在自性中，万法呢无离开自性，自性本身呢会当互来显现一切的妙用。虽然是讲自性显现一切妙用，确实呢未受到染污，这呢就是自性建立万法。这个自性建立万法，就是讲在这个自性中呢，来建立了万法。我讲较白话，就是讲自性会当好随缘显现万法。那这个功呢，就变成一种功能。这个功能的意思就是讲自性，用伊体讲起来是空无一物，体是空，但是用伊的相讲起来呢，却是具足了一切性功德。这个性功德应该就是讲自性的功能，因为自性中具足了有一切功能，所以呢，会当好随缘显现了一切自法。这个自性有一切功能，会当显现一切自法。咱可以提出两种譬如起来说明。第一种譬如讲米，这个米有酒性，米呢有迄个会当变成酒的功能，所以迄个米你用个方法来去甲结呢，会结出迄个酒出来，因为伊有迄个酒性，这就是性能功能。甲你讲，若是石头、土山，石头、土山这个物件是无酒性所以安怎样结袂出来？安尼，我相信咱真容易了解。在这个宇宙间呢，有物质的元素。这个物质的元素，这是咱看袂到的物件，但是这个物质的元素真济。因为有这个物质的元素，所以结果呢，这个宇宙间才会出生万物。有真正济物件呢，含藏在宇宙间，确实你看袂到。自性建立万法，也是甲这共款意思。就是讲，自性虽然是超然于物质的一种的真理的存在，但是在这个真理中具足了一切法，所以呢，随缘显现一切法。有迄款呢，会当好显现一切法的功能，所以呢，名叫做讲做自性建立万法是讲。将这个意义讲起来，西方叫做世界庄严的环境呢，也是由自性所建立。当然，咱这个三宝世界有为环境也是由自性所建立。但这个自性本身是具足了一切自法，
一切诸法要如何来显现呢？那就是随着外面的缘。所以随着阿弥陀佛的愿力，随着咱念佛众生的清净缘，就显现了庄严的西方极乐世界。随着作业众生的染污缘呢，就显现了娑婆世界。但一切诸法呢，就是由诸性显现。诸性随着清净缘变成清净法，随着染污缘变成染污法。也可以讲，随着清净业变成了庄严的世界，随着染污业呢变成苦恼有的世间。总共诸性呢有迄个建立万法的功能啊，这名叫做讲做诸性建立万法是讲，下面讲心体理念是德，讲这个心体呢理念，这就是德。理什么念呢？就是理一切妄念。在起信论有安尼讲啦，讲所谓叫做讲做觉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心体理念。那这个理念之上啊，就是顶虚空界，无所不遍，法界一相，这就是如来平等的法身。伊这个法身呢，名叫做讲做本觉。意思就是讲，你这个心体离开了分别妄念，所以你这个心体呢，就是广大啊，敢若像虚空共款。这个心呢是无所不遍，法界呢就是这个平等相。那这呢就是如来平等的法身。依照这个法身呢，这名叫做讲做本觉。有理念，你这个心体呢，才会当好遍虚空界。法界呢，才变成一相。假定讲咱心体若是有分别念啊，你这个心呢就真刻意了，心呢就袂当好普遍。这个道理啊，咱来提出一个较具体的，互咱容易了解，比例起来说明。比如讲，一间公司的老板，内底员工呢有3000个。这个老板伊的心呢真平等，无论倒一个员工呢，拢同款的看待，所以伊的心呢会当普遍甲3000个员工照顾正过的员工，伊的心量啊才会当好大。假定讲，这个老板呢，虽然是讲有3000个员工，但是呢，在伊心目中呢，只有几个是伊得意的人。要拿呢，伊的这心呢，就是只有这几个得意的人了。也可以讲，伊这个心只骗在迄几个伊所得意的人，安尼心都无完全普遍。这个心呢，就刻意了。所以这心量有广大，心量无广大呢，就是在这个所在。咱用咱来去体会啦，应该当互来了解，所以叫做心体理念，就是顶虚空界无所不遍，法界一相。啊，这个法界一相就是如来的平等法身。咱要如何来去体证着法身真理呢？就是在这个无分别念这个所在，才会当互体会到。这呢，也就是咱智慧妙用。在法藏大师的著作内底就安尼讲，讲这个心体理念就是离意妄念，就是显示啊无不觉啊。所以叫做理念，就是离开了一切分别的妄念。因为离开了分别的妄念，所以你这个心呢，时时刻刻啊，都拢是零零角角，无一时阵啊，无有起这个觉照的作用。也就是讲，时时刻刻呢，拢都是起这个觉照的作用。安尼名叫做讲心体理念。那这个心体理念，这就是德。伫遮所讲这个德，这当然就是出世功德。
毋是伫知咱世间有为之福啦。下面讲不离自性是讲啊，应用无染是德。讲你若是无离开了自性，这就是讲啦。遐你这个应用拢无染，这就是德。不离自性，就是讲咱的心念念会当甲自性契合，这就是讲。是安怎念念会当甲自性契合呢？就是有智慧照料，毋是意识的分别。若是意识的分别来分别贫富贵贱智愚等等，或者是讲好歹等等，安尼呢，你这就是一种的意识的分别作用啦。安尼就离开了自性真远啦。要若安尼，你所求的呢，只有世间福义，根本呢袂当好得到功德。所以啊，必须呢不离自性哦，这才是讲。也应用无染呢，才是德。应用就是讲咱的自性的妙用啊，拢无染污，这就是德。什么是自性的妙用？什么毋是自性的妙用呢？凡是咱的心若是分别啊，这都毋是自性的妙用。心的无分别，这才是自性的妙用。这款的自性妙用呢，这就是德。这就是咱自性中所记住的功德。那这个自性妙用，这是智慧的显现。智慧显现，这是一种的奥妙物件。这咱呢，只会当好用个意会啊，实在是真无容易来去甲分别说明。不过在前面我已经有提出几路变起来做比例说明，就是讲咱教主释迦牟尼佛。在《金刚经》的前面的一段表现，伊甲其他的在出家人共款，再是爬起来，披咧跋体咧，行路去舍内，去这个城内吐蕃，转来食饭食饱，洗骹当作参禅。在这个所在呢，显示了佛道实相不济妙用。那这就是应用无染啦。这款的应用无染的妙用呢，就是讲，无论是在什么时阵，无论是在什么所在，在一切时处行住坐卧中，心呢拢无分别，心拢无执着，这呢就是叫做应用无染。这款的应用无染呢，这是一种的德。咱众生呢，离开了自性，为什么呢？咱众生是背觉合定，违背了本觉的理体啊，时时呢，拢都是去攀缘着外面的定境，所以就离开了自性。因为离开了自性，就无讲啦。而且呢，咱行住坐卧一切应用啊，拢都是一种的染污心的作用。因为拢都是伫迄个所在，伫遐咧起分别心。分别迄项，分别一项，所以咱也无得必须不离自性，必须应用无染，安尼才会当好来得到功德。功德是安尼得到的。功德呢，并毋是讲咱来去布施，或者来去做这个世间的善事得到功德。咱布施做世间的善事，你若是有所求，就变成世间的福报，就毋是功德了。下边讲若灭功德发生，但以此作，是真功德。讲假如你若是要来找这个功德发生，但以此作，讲只要你依着安尼来去做，是真功德。讲这呢，就是真的功德了。按怎样做法呢？在前面已经讲了，念念无伫。相见本性的真实妙用，内心欠下，外形依赖，心体力量不离自性，应用无染。你若会当依照来去做呢，这就是真的功德啦。你要来去找到功德发生，功德发生就是在这个所在。
换一句话讲，就是讲你若安尼呢，就会当互你来得到迄个功德发生。下面讲若受功德之人，心则不轻，相行破见。心上轻人，恶不断，则自无功；自性希望不实，则自无得。若受功德之人，心则不轻，相行破见。讲假如若是一个修功德的人，就是讲有伫咧修行功德的人啊，心呢就不轻。这个心不轻的意思，就是讲你这个心呢就袂去轻视人，相行破见，就是讲你常常啦会当好行着普遍的敬心。这在前面也讲过去啦。因为见性是讲平等是德啊，你会当好来见到你的本性，你会当好呢有这个平等的观念。那你既然是有这个平等的观念，你一切众生都拢是平等。不但是众生甲众生平等啊，众生甲佛都是平等。众生甲佛都是平等，咱心呢都袂去看轻人，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拢是佛。你无看轻的迄个所在啊，就常常呢会当好普遍啊来对因有这个敬心。所以伫遮所讲的若受功德之人，心则不轻，相行普见，这呢应该啊。也是同款伫咧知上不轻菩萨的上不轻菩萨行。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中来修上不轻菩萨行，对人毋敢轻视，对一切人呢，拢都是该恭敬。一理通万理彻，六祖慧能大师也是同款安尼伫咧提倡，将这个所在，咱就可以了解啦。咱要学去修行的人呢，咱也是实在咧修功德啊，咱心毋通轻慢人，常常爱行普见。这呢讲起来是真容易啦，事实上呢真无简单。讲真无简单呢，尤其是咱有钱，后来布施的人啊，对这点呢，咱要特别注意。讲特别注意咧。因为咱有钱，或者是讲有物件布施出去呢，咱的心呢就真容易呢变成恐高，变成呢骄慢。咱常常看到迄个学佛修行的信徒，有钱啦，伊会布施，因为伊有钱布施呢，所以一般人大家拢真正尊敬伊，因此呢，伊种心就悬起来。你心肝在想讲，你看，大家无我的钱啊！你看这间事，若我出上侪钱的，若无我才发心哦，这间事都起袂起来；或者是若无我才发心呢，这间事都无法度维持落去。啊是讲，若无我这样发心呢，要做这项佛教的代志都做袂起来。安尼无形中，这个心呢就变成悬了，变成恐高，恐高就变成骄傲，也就看人袂起。上起头是对迄个较无钱好布施的人看袂起，到最后呢，连出家人都互伊看袂起。为什么呢？伊认为讲你这出家人是我钱布施你，你是靠我伫咧生活。可能内底心肝想讲，恁是我饲你的咧，若无我甲恁饲你会死。要拿呢就完全以这个世俗凡夫的眼光来看这项代志，来做这个功德。安尼事实上呢？连迄个福报都无，莫讲无功德，连福报都无。这个就变成讲，因为有钱，所以产生一种的差别观念，又产生一种的差别观念，对人看轻，袂当好普遍啦，来对人恭敬，乃至呢，对于应该爱尊重、应该爱尊敬的三宝呢，可能也变成无要该尊重，无要该尊敬。也哪呢？这不但是无有福报，
倒转来讲呢，凡事变成罪过。所以实在伫咧修功德嘅人嘅心呢，是袂使咧去轻视人。对一切人呢，拢都是爱普遍来个恭敬才会使。会当好教到安尼，当然就是爱体会到平等力就是讲我是众生之一，我有佛性，我会成佛。其他众生呢，也是有佛性，也是会成佛。无论是有钱的人，无论是无钱的人。不管咱伫咧布施人，不管对方是咧接受咱布施，白白共款都拢有佛性的众生，有佛性的众生，拢就是会当互成佛。咱就该当作佛，安尼来去甲恭敬，这就是心袂去轻视人，常常会当好来行普遍的敬心。安尼呢，才是实在伫咧修功德的人。假如讲咱出两个钱咱的心就骄傲起来。安尼就毋是伫咧修功德嘅人。注意听先听众，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嘅六祖大经，即晚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注意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